亲爱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平安，欢迎大家再去做伙来读圣经，再去咱要来请秀玲执事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用话语创造宇宙万物，你互青面的人看见，歹脚的人会行，死人搁活。你的作为奇妙，通敬畏。我要称赞俄罗主的名。阮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够夜的稳定甲平安。我要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因为你是阮上大的倚靠，所以阮的心欢喜，阮的心快乐，阮的肉体安然自在。你会指示阮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阮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面，阮有永远的快乐。献上阮深深的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日要来进的是希伯来书第20讲的用读，今日要读的是希伯来书11章8节到12节。要来请中医长老带咱大家做伙来读这段圣经。好，咱开始来读11章第8节。对神亚伯拉罕受调去伫要承受做产业的地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犹豫伊有顺趁出去。对神伊寄居伫应允的地，若亲像踮伫外国，甲做伙承受共应允的以撒雅各住伫旁边，因为伊期待上帝所设计甲去做迄个有地基的城。对神亚伯拉罕虽然已经老，撒拉嘛已经超过生产年岁，伊还会当做老爸。因为确信应允伊的上帝是信实，所以通讲对一个伫要死的人有生伴囝仔孙，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亲像海边的沙算袂了。以上。好，感谢。咱希伯来书到11章，咱会当用7天的时间做伙来消化这章哦。对咱伫圣经的这个了解，当有真大的帮助。也对这信息的人物来当有较多时间来明白伊。伫第11章一开始讲到信心是啥物？信心会当做啥物？信心就是对所把爱的代志，对所毋爱的代志有把握，对看袂到的代志会当肯定。信心会当得到上帝而乐，信心会当知影宇宙万物是通过上帝话所造成的。信心会当明白迄个看会到是对看袂到的做出来，所以看袂到比迄个看会到更较大。昨咱看到3个人物，信心咱互上帝欢喜，就是煞接头前咧讲的，就是阿伯甲伊的兄哥，一个用信心来献，一个是无看到用信心来献。而且就算阿伯来冤枉来死啊，但是这个信心是袂死的，信心永远通过会甲上帝咧求救。第50节看到以诺。上帝也学了伊的信心，是毋是伊互上帝接以后，是伊互上帝接去天顶进前，伊就甲上帝做伙行。所以以诺无经过死，上帝就将伊接去，也是出伫以诺伊对上帝信心来亲近上帝，上帝就来亲近伊。第7节那会当看到信心，毋但救伊一个，也救伊的全家。所以上帝也肯定伊的信心，互那伫无受人的欢迎的中间，总是伊甲伊全家来起一只大船。那嘛听上帝警告，伊也真做迄个世代头一个审判师，互伊甲伊全家来得到救。所以根据伫昨的6节，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会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所以咱拢爱知影，咱来找上帝，一定会互咱得到报赏。这个报赏就是讲上帝伊的付配，伊的付金钱，就是伊确实会照伊所讲的，将伊的应允赏赐咱。不管是阿伯，不管是以诺，不管是拿阿，今日要继续看是这个亚伯拉罕，跟进入这个族长的进前啦。上古时期到即摆族长就是对亚伯拉罕开始。所以亚伯拉罕以后的子孙，实在是真多啊，包括犹太人。
包括阿拉伯人，包括穆斯林，包括所有基督徒也认阿伯拉罕做因的祖先，是用信心来做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阿伯拉罕的后裔真正亲像天顶的星遐侪，亲像海边的沙，算袂了。总是咧希伯来书讲阿伯拉罕是因为信，对于离开故乡到应允的所在做人客，伊伫应允的所在就是迦南地，听候上帝应允的产业。然后阿伯拉罕因为信心，伫伊真侪对伊不利的条件中间，竟然真正生一个囝，对伊甲伊的某来生即个囝，而且佫通过即个囝孤囝有一个兄哥叫伊斯玛利，但是迄毋是伊的老母生。对老母讲，对伊的老母讲，伊只有一个孤囝，但是呢，伊有绝多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海里的沙遐尔多伫即段圣经中间，和合本11章的第8节，阿伯拉罕因为信受掉的时候，即个蒙召对即个字的词态。就是会当了解讲，阿伯拉罕是叫上帝一个呼召的时，就是当下，伊就马上遵守命令出去遵命出去就是听赞上帝的话。所以阿伯拉罕伊本身就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阿伯拉罕到伊的时阵呢，是第20代到阿东生的来，以诺是第7代，那阿是第10代。到阿伯拉罕阵，诚做20代但是咱看到这20代中间，伊拢用信心来尊谈。所以阿伯拉罕会当75岁，上帝叫伊走，伊就走；叫伊出去就出去。因为伊看到伊的阿爸、阿公、阿祖祖等遮个，大家拢是用信心来跟对。甚至呢，遮讲到伊要去时，伊毋知要去对。但是呢，伊就是去上帝，互伊将来要得到最业的所在，将来要得就是迄个将来要得，伊是上帝将来要承受，就是上帝要互伊的，所以这个好小版，伊个改做将来阿伯拉罕要受讲应允的，受承受的，就是要领受的，要得到的。然后伊伫迄个所在，上帝要互伊的所在，照理讲这是上帝要互伊，但是伊伫迄个所在，必须爱委屈，必须爱屈家，必须伫迄个所在做人客，伊毋是迄个土地的主人。其实伊转到迄个所在，迦南地就是那阿。即个三囝三含亚佛，伊就是对迄个所在来探出来，然后就踮迄个所在，伊就是因的列祖先开始。但是因为因的祖先安尼迁徙，所以阿伯兰就是去到外地来出世，但是即马要转来，但是迄个转来已经人拢占了所以伊只会当做人客的业，但是伊又愿伫咧所在等候听候，伫原文即个等待是继续不断的等候，所以阿伯兰伊75岁离开伊的祖先85岁来就转到迦南地，然后伫迄个所在徛起带长病，然后搁伫迄个所在上帝一直甲讲要互囝，到伊99岁，搁还未看到囝只有一个以实玛利，但是到100岁真正得到囝，但是伊嘛还无买到即块地。阿伯拉罕当时伊要得到这片土地呢，伊得到这块地时，就是伊的某撒拉已经来死去时，所以撒拉是127岁来死，所以阿伯拉罕比伊加10岁，所以等阿伯拉罕137岁时阵，伊才真正买到这块土地100岁才有家己的囝，137岁才有家己的土地，但是这个代志是伫75岁阵，上帝就甲伊讲甲伊呼召。所以表示讲，伫这60几年的中间阿伯兰甲阿伯拉罕拢是用信心持续继续不断的等候，而且伊期待毋是一个地，伊期待是上帝的所经营和建造的，就是一个有根基的城。这个城就是上帝所经营，但是旧和本翻成经营，伊的意思是设计。所以即摆圣经拢改做这是上帝设计、上帝计划的城。
而且不是上帝伫遐咧开店，是上帝设计的。所以阿伯兰伊要去到伫迦南地，伊毋是讲要爱一块土地，伊嘛毋是爱一块即个帐篷，伊嘛毋是爱一间厝，伊爱是一个城。即个城无可能是一个人住，即个城就是全部信心的人都住伫即个所在，用信心信靠上帝，是一个城。所以因为上帝甲讲啥物，你就爱去。万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所以拢因为你就是要甲阿伯拉罕同款有信心的人，拢要伫即个城来得到福气。当然，即个城咱会当讲是迦南地，会当讲是耶路撒冷，即个城会当讲是圣城，但是即个城更加是伫天顶的城，永远袂摇动的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11节到12节，这段这2节，咧讲到到底是谁会袂当生囝？是阿伯拉罕袂当生囝，还是撒拉袂当生囝？真明显是撒拉袂当生囝，因为阿伯拉罕去甲撒拉的即个查某囡仔，就会当生一个以实玛利，但是撒拉就是无法度生，所以这段真侪诶，咱看到无共款的翻译，这个是徛伫撒拉，用女性的撒拉做主体，但是嘛当继续有人翻译是继续用阿伯拉罕男性的亚伯拉罕做主体。讲到底是亚伯拉罕不能生，还是撒拉不能生？所以伫即个有诶版本诶翻做阿伯拉罕因为信，就算撒拉未生，家己嘛过生诶会所，有完得到生育的能力哦。好，这是主词是在亚伯拉罕嘛，撒拉是伊诶某。所以咧强调撒拉，但是咱看到和修版，咱看到现代中文译本，拢是用女性撒拉做主词哦，是基撒拉，撒拉伊对上帝信心，小圣讲上帝伫伊撒拉89岁阵甲讲，你要怀孕，但是撒拉伫遐咧偷笑，一个89岁已经拢断经，拢停经的一个妇人人是要安怎生囝？总是上帝甲讲，明年这个时阵要互你得到一个囝，所以犹原用信心去领受，最后伊竟然阁得到不是一个儿子，得到儿子以前是先得到一个生育的能力啊，所以竟然当生出，生出的意思出现，也是形体，也是传落来，会当出现，子孙亲像星遐侪海沙遐算袂了，会当安尼传落来。所以今日这集互咱看到阿伯拉罕甲伊的太太这对夫妇啊，一个叫做多国之父，一个叫做多国之母。咱对照在1章1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望之事就讲还未发生就有把握，有啥物有把握，是因为上帝为认捌上帝，对上帝有信心。未见之事是还未看到就已经相信。为什么相信？因为知影上帝应允，相信上帝应允，所以伫迄个所在咧听候上帝。所以这2种呢，会当甲伊区分出来，一个是为着认捌上帝，一个是为着听候上帝。阿伯拉罕的信心，伊认捌上帝时，上帝就叫伊爱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爱去到上帝爱伊去的所在。伊是认捌上帝有信心，就离开，马上立刻遵命就出去。但是上帝互伊的应允是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这个伫亚伯拉罕移动的过程当中，伊拢是甲伊的某，甚至是仆人安尼咧移动，但是伊并无看见家己的真正的囝，到伊80几岁才有这个以实玛利，到100岁才有这个以撒来出世，这个中间嘛无可能甲大国沾上任何的边啊，甚至到伊170岁死的时阵，亚伯拉罕伊家己嘛无成做一个国家。伊嘛伫遐咧听候上帝，但是呢，信心互伊知影伊咧望上帝甲讲，你离开，我要祝福互你。所以阿伯拉罕伊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的确上帝互伊真侪祝福，包括伊的太太就是伊的小妹伫埃及去互人抢去，但是呢，因祸得福。等到伊离开埃及的时阵，太太嘛伫个，佫炸一堆的财产出来，炸一堆的仆人出来。但是呢，伊的信心听候就讲地上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2种不一样的福气，一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一个是通过亚伯拉罕的身上，使地上的万族、万民、万国，都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所以
12章的时阵讲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然后讲到亚伯拉罕的囝，伫以实玛利出世以后，上帝甲讲，意思就讲啊，你毋是以实玛利，毋是你的继承人，你家己本身所生，所以本身不是以实玛利也是保这个亚伯拉罕生的，但是你的本身是讲你甲你的太太某，恁翁仔某所生的才会当继承你所以这是以所5万的代志。但是呢，未见之事是讲，撒拉的确要甲你生一个囝，这段呢，就是伫17、18章的所在，这个上帝亲自来拜访这个亚伯拉罕夫妇，甚至甲伊指出讲，每年的这个时阵所以已经行到这个坎站啦。但是呢，伊个剩最后一年，所以亚伯拉罕甲这个撒拉因的信心嘛，伫最后迄年中间来建立起来。每年这个时阵，你会得到一个囝，然后到上帝讲的时阵，撒拉就怀孕了，所以怀孕呢，是向的努力，是撒拉是圣灵感孕吗？绝对不是，撒拉是得到向的种，就是得到亚伯拉罕的种，所以亚伯拉罕要怎撒拉得到伊的种，就是一个99岁的老人，甲一个89岁的老人，因继续着爱努力，爱拼一个囝出来，所以爱拼就会赢。但是拼了后呢，佫将你的囝献做烧祭，这个毋是伊所5万的，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就顺探上帝命令，上帝叫伊做，伊连想拢无想，就去做，这亲像伊75岁共款。75岁的时候，伊就是安尼，上帝甲伊讲的，伊无想伤济，这拢是伊甲伊的列祖共款，与神同行，相信上帝。但是呢，到伊真正要亚倒胎死的囝，到这个创世纪22章的时阵，拄要亚起要胎时，上帝甲伊主动，然后天使甲伊讲，即摆我知影你是一个敬畏上帝，因为你无将你的囝，就是你的孤囝留落来无互我。所以伊是一个真正顺探的上帝，所以迄到以后，上帝佫一摆甲伊祝福，我要互你侪祝福，互你的福会大增加天，亲像天顶的星，这个拢都重复你的福会得到救赎的城门，而且地上的万国要因为你的福会得到福气。头前讲地上万族，即摆变做地上万国。所以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你的子孙拢要成做国，这一个国家的起头，成做国王，亲像国王一样。为什么会遮侪祝福？因为你听探我的话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用信心，上帝讲的伊就听，所以听到就去行道，对于讲无犹豫，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伊就安尼去行去做。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互咱看见伫今日这段80到12节中间，同款前面都会出现因着信由于信心，亚伯拉罕伊就顺服上帝呼召，而且顺服是当下，伊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那边说 yes or no， 而且爱个祈祷，因为伊就去到上帝应允要互伊所在迦南地，迄阵伊人是伫两河流域的。乌尔，后来去到了哈兰，后来进入了迦南地，但是呢，伊唔知要去什么所在，迦南地遐大遐宽，但是上帝讲去，伊就去，边走边想，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伊离开时，伊是伫一个外地，其实这个唔是外地，这是伊祖先的地，但是来到这的时候，已经变做人客，无所在，无有伊的所在，只好伫遮住伫帐棚。但是呢，伊毋是拿应允即个长辈，上帝互我十个长辈，伊应允的是一个上帝互我伫即个地会当起一个城，即个城是上帝所设计起造，是一个永远有根基的城，是圣城，嘛是天顶的耶路撒冷，所以到当耶路撒冷即个城，你讲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通关密语，你若讲耶稣不一定是通关密语，但是你讲亚伯拉罕住伫。这个耶路撒冷这人拢欢迎你，但是你讲你是信耶稣的，无拄每个人拢欢迎你。第二个看到信心，即马咧讲伊的某撒拉虽然未当怀孕，而且已经80几岁嘛超过
怀孕的年纪，早就停经更年期，都唔知过去偌久啊，但是竟然还得到生育的能力，对人来有啥物得到？是因为伊上帝会持守上帝应允，所以来看宪中的翻译，用女性的她，是以这个撒拉为主词，咱来看伫这个现代台语，拄则咱所读的，这台语的圣经是当作伊已经超过生产的年岁，伊要为当作老爸哦，迄个伊呢就是指阿伯拉罕，要为当作老爸，好，所以这是指男性的他，巴克勒翻译是女性，是撒拉，好，所以不管是安怎反正夫妻两人成为一体哦，所以这对夫妇呢，拢应该是无法度个生啊，但是既然会生啊，其实撒拉死啊，阿伯拉罕要个带一个基图拉个生来囝，所以亚伯拉罕的生育的能力，其实是还没有断啊，但是是女性的生育能力比较珍贵，第一最珍贵时阵伊袂当生，到伊老时阵。竟然会当生，实在是上帝作为啊！所以对咱来看，阿伯拉罕甲撒拉已经亲像死，意思讲一脚进坟墓，因为伊要后代啊，伊无后代就是两个这对夫妇只好放互以实玛利啊，无要安怎？本来还没有以实玛利之前是讲要放互伊的萝卜，无要安怎？但是呢，竟然伫这个抗战会所的时阵，对于传落来子孙，将伊的上帝予伊的祝福。树福产业，安尼一代一代传出去，亲像天顶的星，亲像海边的沙，算袂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所在。所以这伫今日这段圣经，咱看到阿伯拉罕的信心，对大长辈到伫信城圣城。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住在希伯伦，这个地就是伊买曼利的橡树下骹麦比拉洞，就是伊埋葬伊的某的所在。总是呢，这个地，什么地，就是即卖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所在。所以那有的人这样推论考古，因为讲阿伯拉罕买头一块地，就是即卖耶路撒冷的精华地，圆顶教堂、金顶教堂，这个所在。不管是安怎呢，但是至少拢是迦南地，这个地伊毋是占来。伊毋是共骗来，伊是家己用钱买落来。伊一开始呢，伫迄个所在，伊所住是一个搭帐篷住伫树仔骹的所在。但是呢，到现主时，阿伯拉罕待伫迄个所在，伊的某待伫所在，伊的囝待伫迄个所在，伊的新妇也待伫迄个所在，包括伊的孙雅各嘛待伫迄个所在所以头一块地变做伊的起家地伊的起家的所在，一直到当。无人会当甲伊牵线，所以你看上帝话有准也无准，随梦一开始毋知要去倒位，随梦伊来到这个应允的所在，伫遮做人客超过60年，无有煞到家己伫这个所在来起厝，但是呢，伊继续咧望上帝所应允的要来成就所以伊的信心内底毋是干要伫即个所在搭长辈，伊的信心是要伫即个所在得地为业，而且要起城，而且要伫即个所在互伊的子孙有信心的人会当大入来。第10看到信心互人对亲像要死的人，既然佫会当活起来，佫甚至做老爸、做老母，佫做国家的老爸甲老母。伊的某已经未怀孕啊，生育已经断绝，但是翁仔某因两个拢做伙相信上帝应允，就是未见之事的实体。前面是所望之事，现在是未见之事。因对这个看袂到的，因拢有禁锢，这个禁锢就是上帝应允，所以因竟然传落来子孙，而且毋是敢传一个囝，佫传亲像星、亲像沙遐尔多所以今日的经句第10节，因为亚伯拉罕盼望着那座上帝所设计、建造、根基永固的城，因为伊期待上帝所设计、甲起造迄个有地基的城。望咱伫今日这段圣经，咱有信心。不管你即马做老爸、做老母、做阿公、做阿祖，有啊无，但是拢爱对上帝应允有信心。咱若领受这个信心，连阿伯拉罕。遐尔老啊，撒拉遐尔老啊，因的信心无断去，咱嘛爱继续把持咱的信心，包括咱上帝即马佫互咱，毋是家己肉体生囝，
是属灵的儿女，好，咱爱传福音，将这个好消息，好分享给人，好分给人，好，咱爱有信心来当将这个好消息分给更较多的人，好，将这个福音，将这个上帝恩典阿伯拉罕的祝福会当传出去更较多，咱拢爱做伊的后裔，咱三个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看见阿伯拉罕夫妇的信心，伫人看做无可能的时阵，伊只有相信，伊也只有顺服。上帝安怎讲，伊就安怎行。不管是爱伊离开，不管是伊爱伊甲伊的某做伙拼一个囝，不管是甚至到伊的囝拢大汉爱搁抬死这个囝献互上帝，总是阿伯拉罕伊拢欢喜为着上帝来行来做。主啊，也求你教导阮，互阮也会当学习阿伯拉罕的顺服，互上帝你的话，你应允互阮的，阮拢相信，而且阮也欢喜来接纳，互阮用信心勇敢行出去，也互阮知影上帝你要为阮伫天顶备办的，是一座永远袂摇动、根基永远坚固的圣城。阮伫迄个所在，是会当永远甲主徛起，会当享受伫主内面永远的快乐。互阮伫地上也会当活出这款的信心来见证。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感谢大家，大家平安。好，谢谢牧师，谢谢谢牧师，拜拜。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大家。你